呢條片嘅重點簡單直接，乜嘢人學完溝女係冇用嘅，乜嘢人注定溝唔到女。新觀眾可以先去右上角睇我上條片，點樣令女人對你嘅性慾提升，願意同你做愛。睇開我嘅觀眾就要打醒12分精神去睇呢條片。究竟你適唔適合學溝女？點解學咗咁耐都冇結果？你係咪注定溝唔到女嗰個人？影片中後段我都會交代點解免費溝女培訓營永久停止，1對1諮詢永久停止，以及約會課程停止收生嘅原因。立即開始正題。首先，我呢個 channel 最近講咗好多次係針對25至44歲嘅單身男士，教你哋溝女。點解係25至44？先講年紀細過25嘅，老實講，正常呢個年紀應該仲讀緊書，低學歷嘅就返緊老麥，身邊大把女俾你溝。就算你真係獨接怕醜細膽，起碼你身邊係有女人嘅，唔係真係咁急住要學溝女。忍唔到嘅咪打下丁先咯。但25至44歲嘅人有出嚟做嘢都知，年紀越大就越嚟越難識女。鬼似以前讀書一堆女同學，唔好話女人啦，連身邊嘅朋友都越嚟越少啊！並且除非你月入高揾到好工，否則好多人到呢個年紀，人生已經越嚟越無聊平淡，唔會見到有咩好大嘅夢想。雖然又唔係話咩失業廢柴，但都唔似10零歲咁樣有活力，又有一大堆女可以去溝。呢個年紀正正係最需要、最適合學習溝女嘅時間。好簡單，你細個讀書嗰陣，俾人老點咗去讀書，千祈唔好溝女拍拖。大個咗先發覺，喂，根本越嚟越難溝女，啲女變得越嚟越拜金，而且連認識女人嘅方法都冇，交友 app 完全玩唔過啲高大靚仔。呢個年紀你再唔學溝女，人生注定成世單身冇女溝。甚至有啲人唔單止30歲仲係處男，甚至40歲都仲係青頭。我知一定有人會話可以去叫雞嘅啫，但實話實說，一嚟啲雞人人有一屌，一定俾啲50-60歲臭 J 嘅阿伯屌過，你仲要驚有性病，每次得嗰15-30分鐘一 Q， 仲要慳住啲錢使，而且你成世都要偷偷摸摸俾人話你係雞蟲。情人節聖誕匿喺屋企冇女嘅俾人話係毒撚，我真係唔覺得叫雞係一個適合嘅方法喎。而喺25到44歲嘅巴打，特別係35歲打後接近40，真係最後嘅黃金衝刺階段。起碼仲有女人係中意所謂成熟穩重嘅大男人，但過咗呢個年紀45歲打後，除非你真係事業有成、有錢有樓，否則有啲傻閪真係以為男人越老就越有老味可以溝到女。屌你以為自己係明星啊？點知變咗禿頭性慾低肺中，好心你唔好玩啦！呢度我就係要講句溝女界冇人咁講嘅真心話。最撚憎呢個韭菜嘅冚家鏟話咩年紀大一樣可以學習溝女，睇你有冇自信，肯唔肯學？你老味臭大你試下揾個50歲阿叔去溝女去搭訕，除咗啲阿禪之外，仲可以溝到啲咩啊？老實講，40出頭都掹掹緊啦，45歲打後真係可以直接收皮啦。因為我都唔想呃狗大家，我冇能力幫超過45歲嘅人去溝女，除非你有錢有事業。但你有錢有事業，仲使乜學溝女啫？一係嘅就走去溝老女人，但任何年紀嘅人都溝到老女人，唔需要去學。只不過如果你聽到有人話咩可以幫50-60歲嘅男人去溝咩後生妹，隨時下一個河伯就係你。但除咗年紀呢啲咁直接咁基礎嘅嘢，我都想講一啲關於性格方面嘅嘢，特別係有睇開我或者其他溝女片嘅觀眾。如果你睇咗超過3個月、半年、1年，但一啲結果都冇，甚至仲差撚咗，究竟係發生咩事？先講最底層嗰啲傻仔，自己覺得溝女冇得學，仲要睇我啲片真係留言嘅。喺連登成日話咩有錢有身高就有女嗰班傻西，呢啲人溝唔到女係正常嘅。連流馬車陳同佳 Kenny 條件咁差都有女，但呢一班人嘅思維已經廢到無倫啦。佢覺得自己不如流馬車陳同佳，但我相信老觀眾應該唔多人係咁樣嘅質素，所以我要進入核心重點。明明你係想改變嘅，覺得自己有機會改變，點解都仲係咁呢？特別係如果你已經學咗半年以上，咁你一諗定要留心聽。其實你自學咁耐，請問你真正花咗幾多時間去溝女，溝過幾多條女？並且你學嘅方法係咪完整教學、完整系統？係人哋求其 cap 一段仔俾你，定係由頭到尾好完整去解釋？其實好難聽，好老實咁講，就算係我啲片一樣都會 cut 頭 cut 尾。點解？ENK 你個垃圾賤人！喂，我屌你老味啦！依家我爭你錢咩？你想免費學嘢就係咁噶啦，唔通我24小時企喺你身邊叫你去溝女，教你溝女呢條女要點樣覆啊？點樣帶佢去邊度食嘢啊？點樣將你個賓周插入佢度？好多人懶醒，覺得自己總係有辦法學到嘅，唔知係咪以為自己係天選之人嘅 chosen one 呢？
即係好似特朗普咁樣，人哋自學失敗嘅嘢，你靠自己就一定學到㗎啦。你咁叻唔見你自修讀港大醫科，你咁叻唔見你創業超過李嘉誠，唔好話李嘉誠啦，你創業賺到100萬已經算叻啦。但人生有邊樣嘢真係靠自己有成功㗎？你學咗溝女半年一年，條女都係唔中意你，你又唔敢去溝女喎，淨係溝得嗰幾條女，然後全部都失敗。難聽講喺我眼中已經好撚慢啦。我同我啲學員3個月就已經有結果溝到女啊！我知一定有人會話：喂，你講咁多就係想鋪排去 sell 課程啊嘛！你個撲街不如直接啲啦！聽到呢度我已經笑撚咗。其實自學成功然後溝到女嘅人一定唔會睇到呢一度，甚至你已經恥笑緊我，覺得我講啲嘢完全錯晒，或者調轉頭你會多謝我，喂，免費都學到嘢啊，仲得閒走過嚟發嬲。二嚟嘅係我本身嘅溝女培訓營約會課程已經全面關閉。3，既然你話我係 sell 課程，調翻轉，不如我講下你究竟應該向乜嘢人學溝女？一，呢條友一定要有溝女成果，呢個係廢話常識。2，佢個學員要學到嘢係有結果嘅。3，方法簡單，如果要學半年1年，簡直係浪費時間。4，唔係呃人，冇爆發醜聞上新聞嗰啲。第一行一定會有人話我都唔出樣，又唔講自己溝過咩女 E&K， 你好撚鬼喎！呢方面你唔使急，後邊我有驚喜準備俾你，你先聽後邊3樣因素先。而第2項學員成果，當然我一定有學員成果，並且你有參加過舊嘅溝女培訓營，你都會見過。而呢個世界都一定有其他人係有學員成果嘅，所以打和。3，方法簡單慳時間，你諗下你人生頭20幾30年都溝唔到女，然後依家自學半年1年又溝唔到你，你仲想浪費幾多時間？難聽講，你有叻嘅資質就唔會係咁嘅地步啦，讀書費都要揾人補習啦，憑咩你溝女溝咗咁耐，成績唔合格都唔需要補習？而我嘅學員正最快嘅1個月可以出鋪，而好多人都係3個月內就拍拖。你咪睇下半年1年之後你自學有冇女埋身咯。4，係咪呃人？呢個好多人忽略咗。老實講，單講頭3樣，E&K 同其他人比較，可能有啲地方我贏，有啲地方其他人贏，或者不相伯仲。但最後一樣係極度重要嘅。如果其他人教你溝女，頭3樣好似好正喎，老師溝到1000條女，學員溝到500條女，1個月就學識晒。但原來係呃狗人嘅，或者學完之後要上新聞嘅，乜嘢控制女人 PUA 女人乖乖聽話等等。我淨係想問你一句，你係咪真係要學？學完呢啲嘢，你人生有咩後果？我真係唔敢講。並且最搞笑，可能你學完先發覺根本冇用，俾人呃咗。但我 channel 講過係要正經學溝女，我絕對唔會教你咩控制女人。你睇我學員嘅評價，講到課程入邊嘅重點，互相尊重，你又知其實你用一啲陰質嘅招數，除非條女係弱智，否則佢點會唔知呢？並且你要意識到一樣事實，大部分女人嘅情感經驗一定係比男人多，佢有唔少嘅食仔經驗，佢叻過你。你成日諗埋啲陰招，最後都係野史上身。所以我唔會亂噏24話咩1星期1個月就溝到女，除非資質叻嘅人1個月就溝到女。但好老實講，呢一個係機率嘅問題，只係佔少數人。我只有1位學員係啱啱學咗1個月多幾日就溝到女，其他大部分人即使有人幫助都需要3個月，而少於1個月嘅一撚定係狗噏，唔使聽。但講到尾，對於因素1，老師自己成果，喂 E&K 你好似仲未 show 過你有咩女喎？你呢個垃圾詐騙。講得好，我喺 YouTube 一直懶神秘唔公開，好簡單，因為呢個平台亞豬亞狗都可以睇一大堆冇心學溝唔到女嘅葡萄毒撚，放埋啲負面留言，但其實已經俾我 block 晒。再加上溝女呢樣嘢本身就唔似踢波健身攞咗個獎就周圍俾人睇，我食咗條女仲公開佢個樣嘅話，我聽日就上新聞啦，唔使再教溝女。但當然對於呢個問題，我一於廢話少講，我將首次公開自己部分嘅情感記錄，但只限真係有心學習嘅兄弟。前面我話過溝女培訓營已經永久關閉，因為我開咗一個全新嘅溝女培訓營 2.0， 對比上次完全係大更新。好多人話上次嘅內容雖然有用，但唔夠具體又唔夠長，所以今次我嘅免費教學已經 upgrade 到30分鐘，並且內容同上次完全唔同，會多咗好大量嘅例子，真人真事，亦都包括喺我身上發生嘅事件，一定係物超所值，價值5000蚊。但我知你班人會話咩割韭菜嘛，所以限時免費，只要你真係有心嘅都可以參加。但我唔保證之後無啦啦收錢變成一個課程，或者好似依家咁直接 cut 咗佢，立即點擊影片
描述欄或留言區報名，並且之前收5880蚊嘅約會課程已經唔會再收學生，但報咗名嘅人可以繼續學習，唔使擔心。我哋每星期三夜晚7點出片，想學溝女記得睇 E&K 男性情感，呢度係針對25至44歲單身男士提供溝女教學嘅 channel， 帶大家簡單正經學溝女。如果唔想錯過任何溝女、約會、網聊、男女情感方面免費資訊，記得訂閱、打開啷啷，將條片 share 出去。我真誠祝福每一個俾 like 嘅朋友，溝女順利，左右逢源，立即出鋪識到女朋友。下條片再見。